祭奠死人的酒，应该这么敬才对。是。中佐指教的极是，是我刚才没有注意到应有的礼节。这次回归的藤原军变化很大呀。藤原少佐，您这次是上了战场了吗？是的，有幸成为多田郡司令官的部下，亲临了华北战场一线，跟中国军队打了几场，以军功升为少佐。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。有的时候，国民党军队的确如中佐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，但我们此次在华北战场更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军队。我同意藤原少佐的话，共产党的确是顽固不化。共产党难以对付，是由于他们的团结，以及对于抗战的卓绝态度。我想，只要我们诸位精诚团结，帮助大佐顺利完成同计划的实施，成功诱降重庆政府，那么共产党将孤母难支，必然灭亡。来，我们喝酒。韦景军、刚奇军，请二位先行一步，我有些话想对中佐讲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多谢款待，告辞。请慢走。藤原君，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？都是些私人的话语，两个人说比较好。请赐教。今日的晚宴，中佐似乎不太愉快。我一向不大喜欢中国的饭菜。是这个样子，下次一定注意。藤原君应该知道我的喜好吧？你是故意的。中佐，您误会了，请放宽心。我对中佐绝没有任何的意见。你不是一直认为，把你误作为奸细，完全是我的责任吗？不敢。这的确是公事公办。假如有一天情报四课又出现了内奸，大佐让我来调查此事，或许我也会误认为中佐是内奸。果然一直在等着机会报复我。这正是中佐对我的误会之处，也正是我想要跟中佐沟通的地方。实不相瞒，我此番回来是受军部的指派，协助大佐完成同计划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摒弃前嫌，祝大佐顺利完成任务。冈崎骏，你觉得国民党真的会调转枪口，
对准共产党吗？我该怎么回答你呢？我觉得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经过改变，比如汪精卫。汪精卫，对，他曾经也是反清的爱国义士。汪精卫是汪精卫，他代表不了任何人。但是我相信，戴笠领导的军统一定会死硬坚持到底的。那如果重庆政府真的接受了我们的诱降呢？戴笠和他的军统又会何去何从？这次藤原军的归来，又一次给我们印证了一个道理：他曾经被我们认定是内奸，可实际上他却不是，是我们当时妄下了定论。通过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才得到正确的答案。这个道理就是，在正确的答案来临之前，我们最好都不要轻举妄动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，哎，老王、老陈，哎呀，老金，我这心啊，算是彻底放下了。是啊，你看我现在这身体已经好了，我随时可以加入战斗。老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行动取消了啊？怎么就？哎呀，快坐，快坐。怎么就取消了？没事啊啊，老王，是不是因为我取消的呀？因为我呀？这与你无关。要你参加这次和谈，是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最危险的办法。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，现在日本人已经滚出了香港，和谈的台子搭不起来了。真的？嗯，好，太好了。我和组织上已经沟通过了，我们一致认为，应该把你送到后方去，让你把身体彻底的调理好。哎呀，老王，我现在这个身体啊，到哪儿都一样啊。老金，通过这次行动，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所以，为了你自己，更是为了组织，回到后方，把身体调理好，因为还有更多的战斗在等着你。老陈会送你到货运码头，安娜同志利用他在强华兴业公司的关系，给你在一艘货轮上找了一个位置。一路顺风。
一点啊，不要放里面，对不起啊，小心点，快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打住了啊！你们也快一点啊！好，放。放下去。刘大爷拿别的吧。好。这样。好，来，张子啊，你拿好啊。等一下啊，别刮着了。老王，哎，一会儿把办公室的椅子也搬上。快点儿！一找你干活，你就磨磨唧唧的。快快快！哎，好。安娜。天亮。安娜，是我呀。天亮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走。现在情况很复杂，日本军部派人去搞定了英国人那边，而派来的人就是已经死了的藤原忠司。藤原忠司？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日本军部还命令他一定要促成金井武夫的和谈，就连金井武夫需要的证明，都是他亲自带来的。那就是说，和谈还要继续？以目前的情形看，是这样的。糟了！怎么了？本来以为和谈就此结束，老王和组织上安排金英回后方养病了。我把他安排到公司的货船上，现在人已经上了船，不知道开了没有。我得过去看看。好。这是我们在香港的新地址。安娜，多加小心。你也要小心。停车！金妍，金妍，你没有上船啊？我决定留下来，不走了。你知道吗？和谈还没有结束，你的任务也没有结束。啊？我们回去说。好。走。重庆方面情况怎么样？属下去了洋行附近，没有发现曾平的人。强华兴业公司也没什么动静。莫村，其余的地方也都找过了，都没有。大佐，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曾平的住处，何不直接登门拜访？如果这么做的话，我们有可能被英国人再次盯上。藤原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洋行被撤，对双方冲击都很大。重庆方面同样需要时间去判断这个事件。我们只需要向对方传递一个信息：我们并没有离开，仍然还留在香港。藤原，你的意思是，就这么等着？你不要忘了，
我们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时间的损耗了。如果过于强势和主动，反而会使对方多虑。大佐，只需要向对方表达，您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时局的变化，对方自然明白，和谈并没有受到影响。藤原君说的有些道理，那你就跑一趟强华兴业公司。现在能在公开场合下出现的只有吴安娜。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。嗨，好，下去吧。嗨。英国人帮我们重新写了牌，田亮那边已经知道了伟人庄的线索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安娜，你还要再去接触曾平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让他意识到没有你不行。谢谢小姐。吴经理，吴经理，吴经理，您可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这是下午要出库的货单，需要您签个字。啊。好，还有就是上次您说的那笔尾款，财务部已经收到了，他会去找您，亲自向您汇报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请留步。请问，是吴安娜吴小姐吗？对，是我。在下藤原，藤原忠嗣，想请吴小姐给曾先生带个话。您请说。一切安好，再行联络。知道了。告辞。吴小姐，先生今天回来，他想见你。走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沈翔，我来拿上去吧。说说吧。我和木村平太是在棕榈西餐厅被英国人抓住的，说是查到了木村平太的间谍身份。怎么查到的？说是伪造通行证，进出管辖区域。
之前你说木村平太在别墅周围出现，我有没有让你查查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我一直以为他是跟踪我才找到这儿来的。那你就该多动动脑子，想想为什么。曾先生，先生，吴小姐到了，让她等着。是。他就算是跟踪，他也得有本事躲过英国人的哨卡。是我疏忽了，可是吴安娜那天要是把木村平太也给保释出来，不让他和英国人接触那么久，那东非洋行就不会被暴露，日本人也不会被驱逐出境了。你以为英国人能从木村平太嘴里问出些什么吗？如果英国人要是能从日本人嘴里问出什么线索，那欧洲的仗他早打赢了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东非洋行被撤，那只能怪日本人办事疏漏，是因为伪造通行证露出了马脚，才让英国人有所发现。要说吴安娜保你，那可真是一招险棋呀。先生是说，英国人怀疑我跟木村平太的关系。如果当时吴安娜要是动手保了木村平太，英国人就是再蠢也会顺着你们查到这里来，然后动点心思查一查、翻一翻，先这里，再公司，再到重庆，这一层接一层的。你现在才明白，这后果有多严重了吗？那现在，日本人已经被驱逐出境了。这个金井武夫不是一直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现在我倒要看看他用什么方法再回到香港。叫吴安娜进来。是。先生让你上去。好。先生。哦，吴小姐来了。先生召见我，我自然不敢怠慢。同时，我给先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是吗？来，坐下说。好。说吧。金井武夫在香港，他给先生带了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一切安好，再行联络。啊，吴小姐，想必那个叫木村平太的事情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这年头，间谍都快比正常人多了，更何况东非洋行这么个日本机构，出几个商业间谍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我是不想让公司和先生受太多牵连。徐小姐只是吃了顿不该吃的饭，听了不该听的话，不应该受这么多罪。突然间，我又不想让吴小姐走了。如此精明能干的人从我身边走了，我想我会后悔的。吴小姐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善变呢？
我都已经开始展望去上海后的大好前程了。正如先生说的，商界新兴啊。哎呀，去留前程，吴小姐自己做主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请容我再考虑一下。好啊，就在这里考虑，明天咱就做决定。沈翔，先生，给吴小姐安排房间。是。那我先去了。好。我要是动手杀了吴安娜，你高兴吗？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让你一个人去应付日本人，你有把握吗？不知道。是不知道还是不行？不知道行不行？上来睡觉吧。吴小姐，曾先生请您去一趟。这边。先生。吴小姐来了，坐。谢谢。请先生吩咐。吴小姐，关于去留的问题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。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，可现在又想让我留下来，我实在是不知道先生的用意。吴小姐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不会不知道的。那恕我斗胆问一句，先生想让我留下来，是因为先生觉得我还有用？很坦率，这也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。我猜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，恐怕是因为徐小姐吧。徐小姐自认为跟日本人联络上了，往后的生意就可以不需要我了。徐小姐太低估做生意这件事了。
如果生意都那么好做的话，那大家不都发财了吗？吴小姐能做到今天的这一步，完全靠的是你个人的能力，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。之前我有点考虑欠缺啊，还请吴小姐不要介意。先生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自从跟随了先生，我可是获得了太多的实惠，这几个月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之前在上海好几年的。这一切都是拜先生所赐。好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一定不是个坏人。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曾平主动提出让我留在香港，可是这个人太多变了，我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。那韦仁壮呢？就在曾平的书房里，我看到了印着国防部大印的档案袋。可是如果要动手，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。现在形势太严峻了。现在双方随时都有可能见面，我们必须尽快把韦仁壮拍下来，才能照着样子去仿制。可我们这么做，无疑是虎口拔牙呀。是白蚁。有办法了。哎，少佐，什么事情这么匆匆忙忙的？小泽的母亲病逝了。什么时候的消息？这是军部刚转的电报。小泽姑娘知道吗？小泽姑娘暂时还不知情。你是准备把这封电报直接交给小泽姑娘？我们接到这封电报都很震惊。不敢直接给小泽姑娘，我们商量着先给大佐，毕竟小泽的母亲是大佐的亲妹妹。可是咱们情报四课刚刚遭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，大佐的心情十分糟糕。如果这个时候让他知道这么沉痛的消息，未免太过于残酷。那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这封电报先交给我，毕竟是一封家书，我找合适的机会交给大佐。非常感谢。哦，等等，少佐还有什么吩咐？电报的事情，先不要让小泽姑娘知道。是，一切听少佐安排。
有什么事啊？家乡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，你先去吧。是。大佐，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好。吴经理，这个张泽强我给找出来了。哦，您看，这3个人虽然人名都不同，但是照片都是同一个人。是大成？对，是大成。我也和银行那边核实过了，是大成用张泽强这个名字在银行取的钱。吴经理，大成只是个司机，他从公司拿走那么多钱，您知道吗？这事儿不要跟别人说，你先去吧。嗯。我听说你上回赌马可赢了不少钱呢。啊？哎呀，都是小钱儿，没什么。赌马这块儿我是专家呀。以后有什么内部消息可得告诉我们。行啊！张泽成，哎，到。吴小姐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吴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自己看看，照片上的人是你吗？是。你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公司有3份不同的档案？这是先生安排的。先生安排的。先生说以备不时之需，这事你就别多问了。好吧，送我到先生那儿去一趟。没有先生的命令，
您是不能随便去的。韦景军，有什么想对我解释的吗？藤原少佐，你带着人深夜闯进大佐的办公室，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解释啊？我该为你喝彩呀！韦景军在中国学习到很多东西。贼喊捉贼，是这样讲吧？